黃小朋友對我咁重視啦咁我今日咧嚟呢度嘅目的咧，都係想大家和平理性討論下，分享下我嘅見解。咁一切從普選開始呢個議題咧，我就其實好想知道究竟係邊個去定義嘅？麻煩呢位小姐，俾我哋陳正心女士咧繼續發言。所有普選嗰啲方法啊、點樣啊，呢啲係有得傾嘅。其實好多嘢係可以攞出嚟傾嘅。咁但係點解回歸以嚟咧，一直咧都未遲咧就未有普選？咁我好想問下嗰啲泛民反對派，佢自己有冇檢討過？點解一直以嚟香港遲都未有普選？因為你哋泛民反對派忽略咗一個主體問題，知唔知呢個主體問題係乜嘢啊？呢個係最基本嘅大原則，就係你哋接唔接受回歸呢個事實？你哋承唔承認中央政府係香港合法嘅主權國？一直以嚟，你哋有冇真正去同中央傾過？你哋淨係識得喺度嘈，喺個街嗰度嘈。咁你哋唔肯承認我哋係一家人，你去認嗰啲紅鬚綠眼嗰啲，認佢哋做老豆。咁你試問中央政府點樣去支持你哋呢？點樣去同你哋傾呢？冇計傾㗎喎！你日日淨係識得話結束一黨專政、殲滅中共，你哋毫無誠意，走去揾啲外國勢力嚟干預我哋中國人嘅事務嘅內政。咩嘢？乜嘢叫做聯合國國際公約啊？你竟然去揾啲外國勢力嚟干預我哋香港？麻煩，我哋最後嗰節嘅時候咧，係會有台下發問嘅，所以任何嘅反應咧，都希望大家喺最後嗰節嘅時候發表。請鄭生女士繼續。我想問下，美國嗰啲選舉有冇跟呢個聯合國公約咧？你唔去？請陳正心女士繼續佢嘅發言。所謂真正嘅政治民主係要透過談判而去得到共識、得到結果嘅，而唔係走去做一啲無中生有嘅威脅性嘅遊戲。你哋而家所做嘅嘢啊，同攞住把刀去扛住中央政府條頸，去逼佢就範，去逼中央就範。你哋有冇諗過？你哋而家唔係喺度幾自私啊！你攞香港人個經濟嚟作賭注，擺我哋香港人上台，你呢啲叫乜嘢啊？劏死牛啊！知唔知啊？講得好，講得好，劏死牛啊！佔領中環係劏死牛啊！佔領中環係劏死牛啊！嗰度啊，去煽動啲中學生啊嚟搞亂個社會啊！喺度啊！呢啲啊唔係民主啊！呢啲唔係政治啊！政治唔係咁㗎。你哋係搞緊煽動、顛覆、分裂嘅行為啊！你哋知唔知啊？如果你哋真係為香港好嘅，你哋應該要反對派應該要企出嚟。我喺度傻笑啊！你哋真係想坐低傾嘅，真係大家可以有共識嘅，有談判結果嘅，麻煩你哋啲泛民政黨企出嚟，向全香港市民宣告。你哋嚴格遵守一國兩制，同埋承認中央政府係香港嘅合法主權國。你哋願意效忠中央政府，願意履行中國香港公民
犯法啊，知唔知啊？咁就乜都有得傾，幫法嘅嘢係有得傾，但係你哋忽略咗嗰個大原則，就係你哋唔承認回歸嘅事實。請兩邊保持克制，繼續。你哋要以前喺英國人管治嘅時候，你承認英國係宗主國，而家回歸咗10幾年，你哋仲未承認中央政府係香港嘅主權國，你哋唔尊重基本法，唔尊重一國兩制，仲要去犯法，你哋有冇覺得自己無恥啊？無恥！請陳正生女士繼續。靠抗爭、搞亂檔，呢啲唔係為香港好啊！呢啲係叛國啊！好，請兩邊保持克制。請大家保持克制，有任何意見想發表啊，第3節嘅時候，絕對會有時間俾大家請陳。4年啊！呢個世界上係要互相尊重㗎。你連宗主國啊，中央政府你都唔去尊重啊，日日喺度唱衰，你要點樣同你傾啊？你根本就唔想傾，最唔想普選就係你哋泛民呢班反對派嘅，成日咧就喺度為咗政治目的，喺度煽動啲學生喺度搞破壞。呢啲你哋唔係政客啊，你哋係政棍啊！係，大家。